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2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文说理，解说解说。过去台湾历史牛人真济，迄是课本无教尔。国情今日招你探讨日本时代一个文人蔡惠如，为着争取台湾人的民权，好甲落监狱，一直监狱中嘛继续写汉诗，招朋友做伙来听这首《狱中感怀》。见面头一句讲：孤衾临河到天明，灵曲东风太不静。正气歌团文信国，下风甘拜定延平。欲抛儿女应心曲，暂把诗词作课程。难得清寒消英日，应声时好读书声。讲我蔡惠如伫咧狱内，孤床独枕一领薄被单。冷酷的东风吹来，实在太无情。哪会为怎因为落监狱？1921年，蔡惠如、蔡培火、林献堂这些读册人，做伙来组织台湾文化协会，大街小巷四界去办演讲，主张讲日本人爱开放予台湾人家己参选参议员，公事嘛爱阮参加，讲理才有理，拢恁伫咧统治，武无2冬咧。到1923年，日本人就强强请一个天，用治安警察法，将这个人伊拢判刑掠去关。蔡惠如冤仔关3个月，伊伫狱内写诗句，表明讲我钦封是啥人？是文信国。文信国就是过去的忠臣文天祥，伊写正气歌，流传千年万世。我对什么人甘拜下风？正正就是郑延平。民族英雄郑成功，今日我失去自由，只有伫这款的环境内底无奈写诗，将过去的儿女私情暂拨一边，安慰家己。虽然无法度踏出监狱，不过艺术嘛敢若讲读册伫咧清闲，会当踮遮度过一日，听到窗外。莺歌鸟食啼叫的声，伴我吟诗答对读册的声，心灵嘛无受束缚，心灵嘛同款得到自由。这是过去台湾的诗人蔡惠如狱中所写，伊心内体会感动人的诗句。